亲啊，这个热天到了，天9日的流行期嘛要过来了。奇美医学中心发布一份2015年天9日大流行的研究成果，讲这个天9日有5大死亡的危险因子，这5大就是坐伙人、低血压、吸血、糖尿病、长期倒门床的人。讲有这5大危险因子的人，若去为着天9日，这个死亡率真悬哦，将近有5成。即卖已经进入到天9日流行的危险期了，提醒乡亲爱提高警觉。伫5年前的台南市天9日大爆发，最后确诊4万外例，有200外人死亡。迄时的台南市民大蠓大、蠓叔啦、蠓阿丁，那么家家户户传个嚼。当时人满为患啊，状况拢混杂。奇美医学中心迄一年收治差不多2400例天9日患者。分析了后发现，较侪血压较低，会配血、糖尿病，还有长期倒地面床，这是5大可能死亡的危险因子。病人若无以上这5项，死亡率是0.2%；有其中1项死亡率是2.3%；有2项死亡率是6%；若有3项以上，就增加45.5%。4篇在国际的知名的 SCI 期刊，提供给全世界的专家还有民众来参考。便于针对天9日发展 AI 的预测系统，对医生的诊断有正大的帮助。之后会不会败血性休克？会不会需要住加护病房？会不会需要死亡？热天又到了，伊个是天9日的流行期，希望所有的民众都要提高警觉。若是有发烧、头壳痛、关节痛、四肢无力、佮气切无症状，就要赶紧来看医生。